掐姐哈，请坐。因为我们今天算是比较早，然后今年又刚刚的预备，才刚刚休息哈，所以祷告会我们放晚一点。你好，非常感谢上帝给我们预备，特别是我们年轻人能够在每一年的教会生日的培灵会。一起来服侍哈，一起来服侍。这是生命功课。早上我们参加了一个告别礼拜，这个告别礼拜大概100出头参加。除了我们松联团契哈，我们松联团契去了15位去赞美，松联团契去的平均年里面最年轻的就是65年啦，65岁，你看没哈？春年都是比他大一点，当然有大好几点的啦哈，到80岁的都有。可是其他的呢？假霸就是2个学校，一个台大，一个阳明，一个台大。台大呢有一个，你 Google 有一个黄火炼老师哈，他是那个生物科学那个他是从加拿大回来，180岁，说都是他的徒弟徒孙呐。那这次安息的这位柯鹏春就是他的学生之一，就老师80岁，学生66岁，先回家，那其他的就是他的徒弟徒孙这样，所以都是台大这些。那另外一群是阳明，太太黄娟娟老师也是台大是黄火炼的学生，但是他出国回来以后在阳明大学阳明医学院、阳明大学，所以另外一群就是他的同事或学生，所以包括那个更新附专的校长啊，或是几个那个就都是他们的学生都过来，所以就这2群，这都多条啊！因为他们对生命，他们就是生命科学、生物科学这方面呢，拢就地些很注的哈。不过，如何让他们在一个生命最重要，而且是我们在说那个道别的时刻对不对？他们年轻人有时候会觉得这太遥远，因为对小军跟虚远来讲，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可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到二滨参加告别礼拜，所以就很多的细节很多的步骤的而且他要做联系嘛，因为小军是阳明的这群中间的，然后台大那边也有他们的这样同学，因为有人这边大学跑到那边研究所后来做研究，可是都是针对生命，他们都在这个领域不过今天因真最真感动，为什么？相较之下，我们这一群去唱。但献息赞美的这群松年跟他们是不同的群体不是说在信仰上，而是在所谓的在社会的阶层上面，这些在教修在研究完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可能让人家看的是，看他像地势混住感官，可是他们今天从这松年的赞美中间反而比从我这边听到的讲道还得到感动。我当然讲都是一款，可是对这些地气混住来讲，他们能够在告别礼拜中间领受到另外一种声音另外一种声音不是语言或音乐的声音，而是另外一种能够而且那种陪伴。讲到坦白话，这群人无一个人捌看过安休的人，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位柯鹏春教授是太太在这2年受洗在我们教会，可是先生还没来过还没有到教会过，所以就像我们今天的培灵会的主题，我们这次培灵会的主题，从跟上帝之间那个连结亲密的关系，除了话语以外，他的话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但是我们如何借着赞美，借着诗歌，借着乐音来连回去来回应这我想对年轻的伙伴来说是一个渐渐学习的功课所以很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培灵会的第2场青年团契，无论是在带领敬拜或是在服侍招待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首先一样为我们自己祷告你想一想你自己在这个地方在做什么？今天这个时刻我在这个地方做什么跟上帝说，我愿意
但是你要让我也能够去经历到你好像在接待人一样。我们常说传福音从接待开始，人一来第一关碰到的就是招待，就是接待我们先为我们自己。同样的，我们音控室的同工，还有我们的领会我们每一位我们同工等一下带敬拜的同工，我们每一位先为自己祷告我们预备自己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呢，预备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感谢你，我们的当在你面前，你都主你引带，恳求你帮助我，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主你自己的带领，特别恳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做事的。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生命宝贵，生命更是奥秘。但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历到你所赐的一切恩典，如此让我们能够更深来经历生命的功课。谢谢主，也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为我们预备敬拜的时刻，在生活中为我们预备服侍的时刻。求主你在今天晚上的培灵会，让我们每一位服侍者享受圣灵你的带领，让我们领受喜乐。我们知道主已经近了，特别在培灵会中，也让我们更亲近主，所以我们要欢喜。求主你预备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服事里面与主更亲近。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要特别为我们今天的讲员温娟老师来代祷。怎么为他代祷呢？你就单单想到温娟老师在过去这一年在我们中间的服事你再把这样就放在上帝的面前，想一想，在过去这一年，你对温娟老师有什么样的印象？曾经有什么样的感动？在一起学习的过程，你曾经对温娟老师有什么样的领受，或甚至有什么回应？用这样来为今天我们的讲员温娟老师来祷告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为我们今天的讲员温娟老师祷告。现在主上帝，我感谢你，好看你通领受你的，恳求你引带保守，通互阮知影，伊会听。主上帝，阮愿意引带，通互知影阮做事特别有道。我们请园中长老带领我们为温娟老师祷告。爱我们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温娟老师有这1年多来在我们教会中的一个服事跟安排，让我们可以看见，在主耶稣基督所降生的诗歌里面，主啊，我们以前的祭司是如何去敬拜赞美他们。当我们在吟诗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主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画面。主啊，不单单只是诗歌上面的意境，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爱跟丰富的恩典在我们之中。谢谢温娟老师在这边对我们的陪伴跟带领，也谢谢他在今天晚上的时间里面，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可以相聚的时刻。主也借由他上帝，我知道你要借着他的圣灵来加倍来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跟他的信息之中与你相聚，主要与你相遇，更在他的信息之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所创造的各样的美好的诗歌跟韵律。天父上帝祝福我们今天的领受，特别愿你自己的圣灵与他同在，愿你加添力量，跟加添气力，在智慧，在与他同在。我们将这一些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最后也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路上，有人或在线上正在要预备的，咱有家己都有的人不加多拢已经踮咧线顶，会当真好领受，尤其是中间有不加多长辈，因愈来愈会晓用手机接伫咧电视顶头，嘛有一群人踮伫咧路中，咱
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口，为所有要参加今天晚上特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朋友祷告，求主也保守在我们今天的会场里面，圣灵充满在我们中间。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感谢你，我哋当领受你这款的恳求你恩赐保守，你家嘅亲主来阮中间，主啊，欢迎你，主啊，我们欢迎你来主，是的，我们欢迎主来，是的，主。亲爱的主圣灵啊，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欢迎你充满在这个会堂里面，让我们能够沉浸在你那喜乐恩典，而且是丰丰富富的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求主圣灵特别保守现在在路上的朋友弟兄姐妹，你保守他们的脚步，能够平安喜乐的到主面前来，一起来领受今天主你所给我们预备心灵的飨宴。特别在线上预备要参与的弟兄姐妹，主你保守他们，让他们的设备，让他们的线上都能够畅通无阻，无论是在台湾在国外，主让我们一起领受你今天晚上给我们，借着你所给我们的诗歌，让我们来敬拜你。谢谢主，求你引导今天晚上，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到这边那我们这服侍同工也请我们就定位我们其他的同工也能够稍微预备一下，我们等一下就会准时开始。
兄弟姐妹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哦，今仔日真欢喜哦，这是咱教会设教129周年的培灵会的第2暝。哦，昨咱有听到是祭司的歌，咱咧吟唱的是咱的歌。啊，今仔日咱问娟老师要甲咱来分享的是，咱来为主来学唱因的歌。啊，伫咧咱培灵会开始进行，咱先欢迎咱青年团体，带咱来撒家来敬拜。平安，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亲爱的上主，你是荣耀的羔羊，你是尊贵且配的赞美，你是公义的，你是信实的，满有慈爱又充满怜悯，你的慈爱存到万代，我们要一起来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因着你而得到拯救，不是依靠任何的条件或者资格，而是因着你所为我们留的宝血，我们才得以被拯救。感谢你的慈爱和公义和怜悯，我们愿意更多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敬拜。
知该如何地来到。主的十字架拯救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我要来到主施恩宝座前，虽然我仍感到不足，主的慈爱拥抱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来到主座前。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全心来敬拜。我要来到主施恩宝座前，虽我仍然感到不足，主的慈爱拥抱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来到主座前。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全心来敬拜。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来到主座前。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全心来敬拜。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来到主座前。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全心来敬拜，依靠你全心来敬拜。我们请远中长老来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十字架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满心喜悦，直到因为你为我们的罪受钉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拆毁我们跟神之间的连结，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为这些献上感谢，为着你所赐的这些恩典献上感谢，也为你在等的爱
在我们之中献上感谢。主啊，就如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代里面，主啊，我们何其有幸得蒙召成为你的门徒。主啊，我们成为了门徒，除了要敬拜、歌颂、赞美你的恩典跟丰富，主啊，你也放下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使命，让我们将我们所领受到的这样子的福分跟恩典，能够带到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设立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主啊，你要让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福分，参与你神国度的建造。主啊，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可以高举你的名，在我们在与人、与生活上面、与家庭跟周遭的人的相处上面，我们都可以遍传福音，为了要将人带到你的面前，为了让人能够领受你那丰富的永生的复活的生命。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也感谢你祝福我们的台湾，在这个看起来在很多的纷乱的分隔跟战乱之中，还有一个病痛的病菌的攻击之中，我们依然能够得享平安。主啊，这些不是照着因着我们做了什么，乃是神的恩典的照顾。主，为这些我们满心喜悦，满心感谢。也谢谢你让文娟老师在我们的之中，主啊，在跟我们来分享如何学习去唱主的歌，他们的歌，我们的歌。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领受、在吟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对主满满的爱，我们主满满的恩典。主啊，更重要是我们更深的去领会到，无论我们是在诗歌的过程里面，主啊，除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一样是在成为一个祭司，我们也是在成为一个劝导跟带领别人，让我们能够看出我们与众人不同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在生命中不单单只是在唱诗歌来分别为圣，我们在与人的相处上面也得以分别为圣。谢谢上帝，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也愿你此刻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教会之中，也与现在在线上与我们共同参与的培灵会的弟兄姊妹同在。主啊，你的圣灵要动工，让我们在问娟老师的讯息里面再次的被激励，在这个讯息里面，我们借着圣灵，我们可以与主面对面，我们学习用主的话来跟主说话，我们也可以聆听主的话来彰显，来激励我们自己的生命。愿你自己的宝血遮盖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今天的聚会。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以弗所书2章14到18节。我用台语来给大家读上帝的话。以弗所书第2章第14到18节。因为伊是做咱的和平，和两边做一个，拆去迄中间三结的墙，搁伫伊的肉体废无结冤仇的应端，就是这个诫命的律法，记载伫规例个，要伫伊本身将两边做成一个新的人，来成就和平，搁已经伫十字架除去迄个冤仇。要互两边伫一体对十字架，甲上帝和，搁来传和平，互恁远的人，也传和平，互近的人。因为对伊，咱两边伫一个神，得到亲近杯。大家来，请问娟老师为咱来分享信息。伊要分享的题目是为主学唱因的歌。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又见到大家哈。那这个我是当老师的嘛，就要先考试一下昨天我们学了怎么唱我们的歌，那我有讲过我们有唱哪些歌我们讲说我们会唱祭司的歌、分别的歌、先知的歌见证的歌，彼此相顾、彼此相劝。还有彼此相容的歌，对不对？我们刚刚敬拜团带了我们唱的歌是什么歌？想一想因为这个是要练习的。好，祭司的歌因为有赞美，对不对？荣耀，荣耀，荣耀神羔羊。可是唱到后来，他说这个羔羊他来，对不对？所以他也有带着先知的气息。
然后呢，后面讲说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他里面的，所以那是一个见证的歌。那是个福音的诗歌，这个就是我们要开始学会练习的部分。我们现在没有那么被动。我都在学校里面教那个学生关于使用诗歌的时候，我讲过一件事。我们现在的会众是比较被动一点的。我说的被动不是大家都是用推的而是我们来到教会才知道要唱什么歌，然后我们只能就接受它。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这样的状态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可以选，我爱唱就唱，不唱就不唱，这是一种错觉哈。其实就算我们不太懂的歌，你还是要去看这个歌是不是唱出我真正的心声，是不是真正唱出我跟上帝的连结。那我们昨天学习的就是我们的歌，我们知道要唱一个什么样的歌。那今天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讲他们的歌。为什么要学他们的歌啊？你一个教会如果只唱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是可以兼顾，而且可以成长，在信仰上成长。可是你就因为你一直在唱这些歌，上帝的催逼就一定会进来到我们当中。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心意上，我们把我们所得到的好消息带出去，对不对？好，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我们那个聚会完以后，我们聚会完毕都有个默祷散会，或者说等殿乐结束后我们散会。我发现我们教会真的不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默祷，有时候大家就是会彼此问安，然后散会。在比较古代的教会，在聚会完以后，他其实是唱一个差遣歌，有时候会唱一个大家出去。那出去做什么呢？就是把你今天所领受到的带到世界里面去，你要出去。你今天在这边所得到的，其实不能只保持在我们当中，你要带出去。那带出去哪里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前面在讲说，我们能够这样子，我们能够这样子，能够跟神和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呢，这样的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跟上帝和好的福音，他要传给远处的人跟近处的人，所以这就出现了他们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得着了，可是近处的人跟远处的人，他们也一样，同时要得到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来一起来讨论一下一起来想一想什么是他们的歌。一样我就让大家先想他们是谁跟昨天的那个顺序是一样。我们昨天先想我们是谁，他们是谁。这个是马达加斯加那个卡通这如果你没有看那个动画这4只是那个动物园里面的动物，结果他们跑到那岛上去看到野生动物。他们反而很害怕，因为他们是动物园的动物。那他们看到大家，哇，这是谁这样子？其实那群野生的动物看着他们也说，那你们是谁啊？他们这个概念是很奇怪的。你以为是我们，可是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可能变成他们。然后它是一个很奇怪的。那他们是谁呢？在教会里面有一种他们叫近处的他们。在教会里面，他是有叫他来聚会。但是他是比较没有声音的，有些人是没有声音的。以我们自己来判断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有，你现在周围这样看一下，有没有你不认识的人？好，这都是我们教会的人咯。好，当然里面可能有其他教会的朋友，但是如果都是我们教会的人，你有没有不认识的，或者好像常常看到但叫不出名字的？这可能就是他们了，他有可能就他们。你可能认识，因为我们不可能认识有时候没有办法认识好几百个，都牧师认识，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跟他们接近一下？我发现很多时候教会弟兄姐妹都碰到，但是不太会打招呼不太认识，因为害羞。不是因为不想要认识，是害羞。我去年开始来到教会服事，然后就慢慢的有接触到比较多的团体。其实我是很开心的，因为这样认识很多人。可是我记名字是很糟糕，我连自己的学生名字都不记得。这样，我脸是记得起来的，可是名字就记不清楚。那所以我就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把他们变成我们这样的近处的人。这是我们教会可能会有这些你不认识的人，但是有许多教会，之前我有听过一些故事，他去聚会了一对老夫妻，去一个教会聚会了大概3年，
后来他转到另外一个教会，他说这3年来都没有人跟他们联络，3年没有任何人跟他们联络，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每间教会都有近处的人，比较弱势的人，还有一种人，我自己在高雄牧会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教会有一个群体，那些人我们常看见，但是是没声音的，就是外劳。我们有很多的年纪大、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外劳会陪着他们进到教会，这些人我们是不认识的。他也好像都看见，因为会一起吃饭，有爱餐的时间。可是，在教会里面是没有他们的声音的，他们也在旁边聚会。现在越来越多元的社会，这些人会越来越多，近处的他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开始说要出去宣教，要去把福音介绍给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是教会里面没有声音的这些人，这个是第一个他们我们必须去注意的。还有一种是比较附近的人，我们附近是不是有很多餐馆啊？有时候旁边有摊贩。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我知道我们有社区中心会不会去跟他们聊聊天？我以前在高雄的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学校外面有一条街都是卖吃的，因为附近有雄中，然后补习班。那我没办法顾到所有的人，但是有几摊我如果比较常去。有机会，你不要在那个老板很忙的时候硬要跟他讲话，那是没办法的。但是你让他多看到几次以后，你开始可以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差不多都是第一时间让他知道我是神学院的老师。他们通常就问说：“神学院是什么啊？你在那边做什么啊？”然后你开始跟他说：“我们这边训练教会牧师。”哦，那你也是牧师吗？什么？他开始问，你认识了，你拿东西给他看，你。生意这种做小生意的人，其实他们蛮友善的，他们也不会拒绝你的东西给他看。也许有一天他就刚好看到有一篇更新啊，什么文章就打动他了。如果有机会跟他聊聊天也蛮好。如果你是一个逛百货公司的人，跟柜姐聊聊天，他们近处的他们，我们每天会看见的人，或者一个礼拜1个月我们会看见的人，这是近处的人。好，这是一种。再来呢，另外一种叫做远处的他们，世界各地的人，好，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想这一块，很远嘛，好，就是很有趣，很远会想。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纪念马偕来台150年，把福音带进来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事迹，哈。我们知道的宣教士是很多，这个是台省梁月梅老师做的一个分析哈，这个图表他做的非常的细节，但是我现在把它放出来，只是大家看到，你看到那些名字，查麦士啊、宾威廉啊、穆安德烈、戴德生，好，这些人他们从苏格兰教会这样自由教会，然后马偕、甘维林、巴赫里、南大卫、马雅各、南部马雅各，这些人这样子传进来台湾，把福音这样子带进来台湾，如果不是他们这些宣教士把福音带到我们这些地方来，我们就会一直是他们。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说我们是我们，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还不认识福音之前，其实我们是他们，是这些宣教士来到这个地方，让我们得以进入上帝的国度。我自己本身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读了很多的书。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图书馆的书被我看掉大概200-300本，一个暑假一直看。刚开始都看故事，故事最好看了。那看故事的时候，觉得哇，为什么会有这种宣教士的事情？然后看着他们的事迹都很感动那个剑桥的那个宣教士到那个食人族的那个地区，就在那边死掉了这些。那时候我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后来我就开始看教义的书，后来看到系统神学的书，越看越深。我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很快就决定说，如果神愿意的话，我要当传道人，因为这是这一辈子能够想到最好的事情了。很快就现身了，是这些宣教士给我们的，给我的一个感动，一个启发。你必须去想说，他们那个时候来到台湾的时候，被人家说他们是
米混啊，哈，米混搞啊，因为发面粉嘛，面粉教啦哈，然后笑他们一起欢呐，哦，那个猴区欢嘛哈，那个马街就是被人家这样子笑，但是这个对他们来说不重要，因为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福音带进来。他们的影响力哦，不是到他们去传福音这样而已哦，你知道他们影响力到什么地步吗？我给你们看一张图哈，这个有看到吗？因为担心基督的精神被传播，中共拆掉了20名在华瑞典宣教士的墓碑，连这个都会有影响力。就是光宣教士的墓碑摆在那边，就足以对当地的人民产生影响力。他们都已经过去了，已经过世了，但是那个福音宣教的大能，光一个墓碑就可以说话。你们有想过那是多大的力量？这个不是宣教士他们可以想到的力量。当他们愿意出去为那些远方的他们把福音信息带到的时候，神的灵在他们身上高抹，那个力量甚至他们在死后都还说话，还说到一个集权的政府害怕的状态，要把他们墓碑去推倒，推倒有用吗？有用吗？我们远方的肢体，在世界各地，台湾是在一个比较应该说很自由的，在宗教的集会或各种的信仰上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但事实上，很多地方的基督徒是被迫害的，在很多的地区，你会去看到教堂被推倒，看到基督徒被抓起来。那我再回去一个，在我们在碰到这一些被迫害的肢体的时候，他们也是我们远方的弟兄姐妹，这个叫他们。所以我们先来定义他们，近处的他们，远处的他们，以地区来算。好，我们还有一种他们，这种他们比较有趣，过去跟将来的他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哈，我们来读这个希伯来书8章5到6节，来一起来。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篷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讲了很多古人的事情，对不对？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摩西怎样怎样，对不对？他讲了很多古人的事情。请大家特别看这一段哈，在地上我们的敬拜，在这边在讲的是圣殿敬拜或者这种帐幕里面的敬拜。摩西受到神的启示，要他做那个会幕，让他在里面做各样的物件，陈设饼的那个桌子啊，陈设桌、金灯台嘛，那各样的东西。他说：“你们供奉这些事情，原本是天上事，就是在天上的敬拜的东西的形状跟影像。但是那些东西因为到了地上去见，它不是最完美的形象，可是它是天上圣的影子。”它是将来敬拜的影子，那这个影子在人的手上是不能完美的，完美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他的职任是更美的，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我们现在不用再去像古代旧约的时期去做那个祭祀，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献祭。可是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的敬拜是连接古代的人，也连接了未来的人。我再讲一次，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其实不是只有在这个时空的，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它连接了过去的历代的圣徒，它也连接了未来要再来的圣徒，不是单单在这个时空。Robert Weber 他是在佛罗里达那边敬拜研究学院的创校院长。是一个
神学家专门研究在敬拜这方面的各样的事项的一个学者，他用了一个名词叫做过去将来的敬拜 （Ancient Future Worship）。他一直在做一种呼吁，就是基督徒在地面上，我们在任何一个时空敬拜的时候，你要去想着过去，连接未来，然后看从过去跟未来看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枢纽，我们可能是一个过去的结果，我们也可能是一个未来的开始。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在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给一个例子，我们礼拜天在台语的礼拜的时候会读使徒信经，任性会读使徒信经，那是什么时代的事情？很久远了，对不对？是在耶稣定死复活之后没几百年就出现的，那个离我们已经1000多年了。我们在读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信经，上面说我们这样信，我们这样信，我们这样信。我们的礼拜不是这个时空而已，我们跟以前的人是连结的。在希伯来书上，刚刚我们读那个经节，那个他们过去的人，那我们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人的过去呢？也会嘛。我们这里有下一代的，我们都会说我们现在下一代比我们强，这个我们每个妈妈都这样的，每个这样，我们希望下一代更好，希望他们有更好的日子。我们是下一代的过去，之后的人是我们的未来。你可以去看到未来的台湾教会会是什么样子的吗？你有没有想要看到未来的台湾教会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有想要看到未来的台湾教会是什么样子的，你想看到那个他们，那你在这个点上就会开始做一些预备，你会在这个点上就开始做一些比较不是这样随便随波逐流的事情，你会很谨慎的去考虑我们走的每一个路，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以前发现很多教会在建堂的时候都会想说，我们要把什么东西弄，后来过了好久好久以后，后面的人就会说，那个时候建堂都没想到怎么会想到呢？那个时候就没这事嘛。好，所以这个就是没办法，我们每一次没有办法把后来的事情想得透彻。可是那不代表我们不能为后来想，我们还是要努力的为后来的事情去想。我们今日在这边的敬拜，连接过去跟未来，这些过去的人跟未来的人就是我们的他们。好，所以3种他们，第一种他们是近处的他们，第二种他们是在远方的他们，第三种他们是过去跟未来的他们。我们如果把这个他们确定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就来讲怎么唱这个他们的歌。好，这就今天的重点了。唱他们的歌跟昨天一样，我们先问什么是他们的歌，如何唱他们的歌，这些歌是怎么一回事。第一个叫做福音的歌，我们要让他们变成我们。因为就像宣教士一样，宣教士到了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让我们变成他们嘛。这大家就是变成一起的，这有些老口令。苏格兰自由教会就是马街的教会，苏格兰自由教会的使命就是要照顾邻里贫穷的人，在邻里贫穷的人去照顾他们。他们自己的宣言，苏格兰自由教会使命是要照顾邻里贫穷的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邻里贫穷过？在还没信主的时候，你是不是邻里贫穷的？我们这边可能有好几代基督徒，但是你会有一个时候，你会知道什么叫邻里贫穷。我刚刚讲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知道什么叫做邻里贫穷。在邻里贫穷的光景是这样子，就是哥罗西书1章20到23节这样子，你们从前是与上帝隔绝的。邻里贫穷人，你们与上帝隔绝，因为恶行，心里与上帝为敌。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就是跟神和好了。邻里贫穷的人他没有，他心里面就像想要摸着上帝，他摸不着。我很小时候就觉得可能，我就这么认为。我很小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个神，因为很多事情你不能解释。而且我也发现，一个人在怎么靠自己，他在没有办法靠的时候，他就怪天怪地。所以可能有个神，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神是谁。
当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很不满意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神不管是谁，我讨厌他，把我的身体、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的想法。可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的想法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还是觉得有个神。我昨天听到有一个人讲一句话，他说感谢神，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说Thanks God， 他说感谢神，我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你到底是有神还是没有神？就人很奇怪，他那个对神的那种想法会出来，可是摸不着。当你摸不着，你跟上帝的灵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你就是灵里贫穷。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有时候也会陷入灵里贫穷的状况，但因为你跟上帝是没有办法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会灵里贫穷。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福音必须要传给普天下的万人听见。因为要照顾他们邻里贫穷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在最近接受了一个邀约，就在7月的时候青宣今年全部要在网络上进行。那因为我去年给他们写了个文章，是关于这个打电动玩具的事情。好，我提到我们在德州的神学院。2016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比较不，那时候台湾也很红，就是那个宝可梦抓宝，教会有人去抓宝吗？有，教会有据点吗？教会有那个补给站？哦，我们这边补给站是不是？神学院也有哈。2016年的时候，台湾还没开始，那美国那边先开始。开始的那1个月，我们学校，我们那个神学院里面，校园里面有36个补给站，4个道馆。然后刚开始学校觉得很奇怪，就一堆人，外面的居民在我们那边跑来跑去的。然后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这件事情。结果我们学校做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你如果要吸引比较多那个有稀有怪哈，容我用这个打电动的术语讲，就是说你要抓到比较稀有的那个宝可梦怪，你就要在那些道馆跟补给站里面撒花，就是放一种诱饵。那个是要钱的，学校花了40块美金，这40块美金没多少，就去买那个诱饵，然后呢，预备好印了一些传单，说礼拜天还是礼拜天下午2点到4点，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抓宝的狂欢会，还是什么抓宝的这个，欢迎大家来。好，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居民会来，但是学校组了一支。那个布道团大概20个人，有老师、有学生、有职员。先做是会前训练，然后跟大家讲，他们抓宝，你们抓人，他们抓宝，你们抓灵魂，那怎么做呢？就是开始抓宝的时候，这些人进来嘛，那你就跟着他们走来走去。如果没有人在休息了，没有在干什么了，你就去自我介绍。跟大家讲说，我是这边的职员，这边的学生，他问他们为什么在这里，然后看他们愿不愿意听福音。我们那天这样子进来了200人，6个人信主，最后6个人决志，填了单子，我们把他们送到各个教会里面，让他们去。然后有人说，我为什么这样做？那时候很多在美国的教会是很两极的，有人说不可以，这个东西不能这些教会，但是有些教会我看他们写说。我们这里有宝可梦，也有耶稣，就是希望大家来。好，那校园希望我这一次在7月份的时候讲一讲这种关于游戏，就这种虚拟游戏跟宣教的关系。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它叫做 The Next Mission Field is a Game， 就是说下一个宣教的禾场可能就是这个游戏了。一个圣公会的组织已经有他们自己的 mission team 宣教队是在做这个的。然后我去看了这个访问，他讲了一件事非常有意思。他说他们进去这种打电玩的这个族群里面，他说人都不会变，不管在什么状态都是一样的。这些人邻里有需要，他借着打电玩具去跟人家连结，但是当他连结碰到挫折，他就赶快可以跑掉，因为他在电玩虚拟的世界里面，他比较不用害怕这个面对面的事情。可是无论如何，这里面就是有一群人，他们邻里是有需要的。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你都可以碰到一群邻里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遇见这些人，所以他们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邻里有需要的人，我们如果能够看穿这件事，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机会的。福音的歌是要进去这些人的里面，因为人是空虚的。在这边，好，我要特别讲一件事。我们想说，那我们可能要用什么手段哈，或者用什么方式哈？手段，打什么电动玩具啦，用什么方式吸引人来啦，那个都不是问题。你有个办法吸引人来，人就会来。在一个我遇过一个苏俄的宣教士，他说他们的方式就是去到一个地方，用当地的诗歌来唱。结果我跟一个印度的同学就挑战他，我说在我们的查经班我们不用唱歌吸引人家，我们板豆有吃的，人家就会来。真的，我们不用唱歌，我们就是板豆，人家就来了。老中对吃特别有兴趣，印度人也是。他说：“对啊，我们还没有唱歌，我们唱什么歌都不重要，有吃的，人家就来了。”好，那宣教士就说：“唱人家的歌很重要。”但我们觉得不是，其实我们用吃的也可以。但是你用什么手段吸引人来，那个都没关系，会来的。可是会留下来的，会让他留下来的，只有他灵被喂饱的时候，他才会留下来，或者他有可能灵里吃饱的时候才会留下来。那个东西叫福音，那个东西叫福音。我是怎么进到教会的？我是跟着我的室友，我陪他到教会里面，因为他想去看诗班有没有练习。他是慕道友，我还没有慕道，我还没有到教会去。我觉得一个人走到那个教会有点危险，所以我陪他走。我是好心的人。我们走到教会的那个外围呢，我听到有人弹吉他唱歌。那个弹吉他的人我刚好认识，我就说我想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我的室友说：“你真的要进来吗？你进来可能走不出去呢。”我可以理解，因为他怕如果到时候我被留住以后怪他，所以他就说：“你真的要进来吗？你进来可能走不出去。”我说：“脚伸在我身上啊，我要进来就进来，我要出去就出去啊，你们能怎样？”所以我就进去，还真的就走不出去了。我进去以后，他们在唱歌。我现在讲一件事在一个没有教会背景的人来说，我有没有我们的歌？没有，每一首歌都是他们的歌。我没有什么歌是唱习惯的。我听到耶稣恩友，我觉得是野餐歌。你们有唱过吗？今天天气好晴朗，抹上野花香。OK， 我听到的是野餐歌。教会叫做耶稣恩友，对我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的歌。我进去到里面，发现他们在唱歌。我觉得那些歌，我音乐不错，所以我可以跟着唱。但是那个都是陌生的歌。这群人很有意思，吃也吃得很好。但是我留下来的是，他们有一种东西我没有。我刚开始不能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刚开始觉得说这群人好奇怪。他们身上有一种气质，一种很安定的气质。他们过得没有比较好，他们也是有很多的。这群人刚好都是一群夜间部的同学，在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过得非常的很紧啊，那个时间什么都很紧。但是他们有一种很确定的东西，好像他们不担心天塌下来，他们好像知道事情会有人带着他们走过去。对我来说，这是很特别的。我就那边看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他们的执事来跟我讲说，某某人你还没有受洗，你不能跟着他们一起唱歌，不能上台的时候，我没有关系，我不需要上台，我只要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讲说我在教会里面把那些书都看了很多的书，那个福音吸引住我了。真正让我觉得我需要可以吃饱的是那个里面那个他们还讲不出来，还没有显露出来的那个福音。当他们在唱那些诗歌的时候，那些诗歌的歌词，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唱了很多天韵的诗歌，永恒的盼望，永恒的答问，对，谢谢。我那时候在看那些歌的时候，我就哇，这个在讲的一个未来的国度，真的是那样吗？然后我去看圣经，我一看圣经不得了了，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小时候呢，我有一个不识字的姑妈给了我一本书，上面写说给现代人的好消息。
我把它看了2次。我那个时候想说，这本书好奇怪，同一个故事讲了4次。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新约那一本，他把它写成给现代人的好消息，就是送人家而且他放在庙外面给人家哦，像善书这样子发给人家的。然后我的姑婆拿了就给我，然后我是看到书就会看过去了。我看了新约圣经一看不得了了，我已经看过4次了。我已经看过2次了，他同一个故事讲4次，我非常有印象。哦，原来那里面讲的耶稣就是福音。然后更有趣的是这样子，一个人他得到的是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他很大的可能他会把他的信仰坚固在那个福音上面。他会把那个信仰坚固在福音上面。我刚刚讲过，我一信主就想要当传道人。我一直到后来，我发现上帝对我的呼召是让我当老师。我每次要当传道人，最后都变成老师。我回来以为是要去当传道人，结果在圣光教了10年。我后来再去读我的博士的时候呢，我想说，我回来以后，我刚好有一个教会要我去牧会，我就去牧会了。然后马上加州有个教会，说你这个赶快，你这边结束以后，我们要你过去。然后我去那边就去看到他们回来那一天，刚好加州第1例的那个 COVID-19 的例子就爆发了。我回来到这边，台神有邀约，所以我最后又当了老师。可是我心里面总是想要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在台神服侍一阵子以后呢，就想说，院长就说你应该可以去一个长老教会聚会，这里最近嘛。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去士林教会看看，这边最近，我就来了。其实进的教会不止士林一家，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来士林？我从一个他们的眼光，从外面的眼光来看士林。士林是一个讲福音的教会，是跟着福音在教导的教会。什么事工在发展的时候，福音是被先抬出来的。也许我们在当中已经太习惯了，我们没有那么珍惜这间教会的特质的特色，但是我们从外面的人看见来的时候，吸引我的人就是福音。从哪里去看见呢？不是只有单从讲道，或者单从弟兄姐妹的查经，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见。我们的群组上面，这些靠着主真理的灵修，甚至我来带这个敬拜团的时候，也超出我的一个设想。我发现我们的敬拜团是很愿意学习的，他们在这个当中想要更加的知道怎么样子把上帝的信息福音把它唱出去，把它给传扬出去。我从一个外来的人的状态看见这个教会是有福音的教会。当你有福音的时候，你用什么吸引人进来都没关系，但是只有当你有福音的时候，人会被吸引住，会停留的下来。我们必须要唱出一个福音的歌，因为吸引人什么都可以，留住人的永远都是我们如何得着福音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你的讲义上面，我后面是有一个共情之歌，我要先讲第3个共荣之歌。我这边做了一点点调整，这样讲会比较清楚一点。刚刚我有提到另外一种他们，叫做过去跟将来的他们，对不对？刚刚我们唱的第1首诗歌有多老，你晓得吗？荣耀荣耀荣耀神荣耀，那首歌多久了？知道吗？那首歌30-40年了。我们敬拜团今天站在上面的，没有人有这个岁数，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岁数。我们有时候唱圣诗，我们唱的是另外岁数的歌，我们唱的是过去的歌，我们唱的内容是未来的歌。神羔羊在宝座上，你有没有觉得非常有趣？老师你的学问太大了，这样都可以把它掰过来。这不是在掰，这是一种操练。我们这些学敬拜的人，学教会音乐的人，是何等的有幸的。我们一直在这一种超越时空的状态下去看见神在每一个世代做工。当他们今天敬拜团在练习的时候，我还跟
主领说：“哦，你们唱的那个第2首歌的那个牧师啊，他是一个宣教士，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刚开始跟我们圣光还有一些合作，什么什么，那是过去的故事了。我们唱一种共融的歌，当我们在唱的歌，你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但是你要认得出来，这些歌在讲未来的事，在讲过去的事。我们在这当中去体验、去体会当时的圣徒。”他们可能经历了什么？在我们有一首诗歌哈，常常被拿出来讲。每一次我祷告，我就摇动你的手，有没有？然后有很多人就说这首歌不适合唱，因为我们怎么可以摇动的手，然后他就做事呢？然后这个歌其实我有曾经跟当时那首歌出现的时候的一群牧师讨论过。这群牧师他们也说，对这首歌是有一点点不适合，但是当时的情境。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多少人明白那首歌出现时候的情境。论8月的时候，记不记得曾经有那个台海危机？然后那个危机不是说因为我们怕跟我打过来那个危机，是教会自己乱了阵脚。最大危机是教会乱了阵脚。我不知道北部的情况怎么样，我知道的是我们那边有教会。我那时候人在美国，我都听到这些消息了。我们有教会，一堆人就是想办法要移民。要去贝里斯，然后我们变卖的家产通通跑光光。那个时候是教会自己乱了阵脚，有一群牧者集合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希望这些事情能够神真的来掌权，不要让我们继续害怕了。这首歌是那个时候产生的。他们说那个时候我们能想到就是我要摇着神的手，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别的方法了。当然之后我们觉得，这首歌好像后来他们有改歌词，这个歌词后来改掉。我有时候在想，有很多的诗歌，很多的都我们很快就可以下一个判断它有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看它有问题。可是，一旦你当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境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比较和缓下来的心，比较一个包容的心，能够改的就改吧。但是我们要理解，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们，不要让我们教会继续这样下去了。你要去理解这一些过去的事，你需要。有一个愿意打开、愿意去聆听、愿意去把这些事情追根究底的心，你不能是一种被动的方式去看这些诗歌。当我们听到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追根究底问可以来问牧师，这样的解释好不好啊？好，我们看到有人在问这样的问题，是需要学习的，需要去想的。我们为了远方的人，为了以前的人，为了过去的人，我们唱共融的诗歌。好，接下来，我有一张那个图很有趣哦，葛利果圣歌哈，现在不知道什么搞的，有些地方又红起来了哈。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共情的圣歌哈的诗歌。昨天其实我们也有讲这一块，在讲彼此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是要跟这个认同，跟这个他们来共情。第一个哈，你要想的是一种认同。这个团体我找不到更近的照片，所以这是前几年。这个团体我先讲他们歌，他们是 South Carolina Singing Churchmen， 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的教会里面的男性的音乐传道，他们会1个月会这样聚集一次，然后他们做练习，然后他们会用自己的放假的时间集合起来，1年到国外去巡回，1年在美国境内巡回，去传福音。尽量去那些没有听过福音或比较需要福音的地方去唱。2003年这一群人来台湾，2003年，然后他们去过的国家就不会再重复了，所以不会再来了，或者要等到很后面以后才会来，因为世界那么多国家哈。2003年他们来到台湾，他们来到台湾那一年，2003年是 SARS 发生的那一年。他们来的时候 ，SARS 刚开始有一点重整运动，台湾还没有什么警戒，他们要离第2周，他们本来要去四川那边，结果大陆那边跟他说：“你们不用过来了，我们这边已经很严重了，你们不能过来了。”这群人跟我讲说：“那我们能不能在台湾再多待1个礼拜？因为我们假都请了。”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帮他安排其他的巡回机会。”等到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规定要戴口罩了。他们还觉得没什么嘛，美国人我们也知道了。就他们回到美国以后，发现哇这么严重。过了2个礼拜，我收到1大箱的 N95， 然后他们非常有给我寄了一堆 N95过来。好，这群人。他们来到台湾宣教的时候，学2首歌，一首是中文的《茉莉花》，
茉莉花，对他们美国人来说，茉莉花，因为他们是古典音乐的，就唱杜兰朵嘛。好，杜兰朵公主，杜兰朵那个歌剧里面有一段就是像茉莉花，所以他们唱茉莉花，对他们来说很好学。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唱茉莉花？因为它拉近跟我们的距离。他们用华语唱茉莉花，所以他即使是在见证要做宣道，可是他唱的这个歌，大家跟他们距离比较近。他们会唱茉莉花这件事情，帮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忙，因为我们想去一些地方快闪，比如说火车站啊什么的哈，那都规定不能有宗教活动。但是他们唱茉莉花没事，啊，他们唱的第二首歌是台语的《锦江后来新亚首锦江后》，啊，因为这首歌也很容易唱，所以他们选了2首华语歌，那个华语跟台语的歌。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他们到火车站，他们唱完茉莉花以后大获好评，很多人就站在那边就开始看他们还要唱什么，然后他们就跟我说，那我们现在可以唱《锦江后来新亚首锦江后》。我说不行，我们刚刚才打通这个关节，你们不能唱这首。后来他们就唱英文的圣诗，人家听不懂啊，不知道那个是圣诗。你要去服侍一个特别的团体的时候，你要跟他们先共情，你要先认同他们。如果你一开始就要人家来跟你一样，那是很困难的。当我们要去唱歌给远方的弟兄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认同，而且你要认得出来谁是我们，谁是他们。刚回台湾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台湾的人，我是2001年第一次回到台湾，大家都唱赞美之泉，那个时候赞美之泉已经开始风潮起来了，我偏偏没有唱赞美之泉。我在美国的教会，英文部唱的是英文的 praise， 中文唱的是圣诗，没有唱赞美之泉。我回到台湾，要开始想要投入在台湾这个地区的这个地方的服事，我第一个先发现大家在唱赞美之泉，所以我就跑到书店，把那个时候买得到的赞美之泉的谱都买了下来，然后开始研究，一首一首看，一首一首学。我当然学得很快啦，因为音乐的东西，然后研究那个歌词，哪些是可以用的，哪些我可以很快的上手的。为什么？我那个时候看到的台湾教会是他们，对不对？但是我也要成为他们啊，我必须成为他们啊，共情。你必须要先认同，先要进去那个里面。在90年代的时候，开始教会产生了所谓的 worship war， 就是敬拜战争，不同的风格，教会吵起来，很多教会因此一间变2间。台湾的教会聪明一点，就我们不同堂来唱啊哈。但是我在士林发现，其实大家是很愿意共享的。可能还是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是比较喜欢唱圣诗，还是有些人比较喜欢唱敬拜赞美的歌，但是那个没有问题，偏好不是问题。但是要记住一件事，当你想要服侍对方的时候，你想要让对方跟你是有连结的时候，你必须要认同，你必须要共情，你必须要学，你必须要去跟着他们研究看看为什么这样唱，为什么这歌词是这样子的。我们年轻人可以去唱圣诗，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在联合礼拜服事的时候，我们会选一首圣诗来唱。我都在那个时候才发现，哇，唱圣诗真的好困难，因为台语都勾眉头，台语的那个念哈。我也是回到台湾，我才开始用台语来讲道，来开始唱。我台语是不好的。明仔载恁就知啊，听有啊，但是不是讲上盖标准这款呢，然后常常被纠正。但是那个是一个过程，那个是一个愿意的，那我们愿不愿意为了共情，不去担心人家怎么看我们，而是尽量的来跟这个团体，能够让你所要传的福音，你所要传的信息被听见。我很喜欢这张图哈，你可以看这两个，你可以看出什么端倪吗？你看得出年长的人在弹吉他，年轻人在唱音吗？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去学对方的歌，去学他们的歌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美、很美好的画面。好，我要再讲另外一种共情哈。我们的这本圣诗，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圣诗。我不知道我去过一些长老教会，都跟我会有的教会会跟我讲说，新的圣诗唱不习惯。好，他可能拿着这个新的圣诗唱旧的圣诗，这样唱不习惯。但是我有发现，圣灵教会其实还蛮能够唱里面的一些新的歌的。这些歌不好唱，因为它是各地方的歌，就是我们听不习惯。它有原住民的歌，有印尼的歌，有菲律宾的歌，有巴西的歌。当然也有美国，还有那个中世纪时代的歌。我那天跟学员说，里面有那个葛利果圣歌，很早以前那种很特殊的歌。这是一本很有趣的圣诗。我之前不是长老会的，我说过，所以我在圣光教圣诗学的时候，我用的是长老会的圣诗本，因为在台湾你找不到任何一本圣诗本编得比我们完整的。他那个整个的编法是照着规矩来的。我们可能自己在长老会里面不晓得这一本有多厉害，但是其他外教派的人如果要学圣诗学，一定要拿我们的圣诗去学。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在台湾找不到另外一本比它更厉害的。里面有很多普世的诗歌，那些歌呢，我们一定没有办法唱习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唱这些歌的时候，你就跟远方的弟兄姐妹连结了。我们有一个学生在教会里面教唱印尼歌，里面的印尼歌，他教那个长青，他那个是算是日间的那个社区班。那现在很多社区班都会有这个老人唱诗，有没有？就是大家一起唱诗的这种唱歌。他就拿着里面的印尼诗歌叫他们唱，很容易就上手，然后就唱。后来呢，中间在吃饭的时候，有个外劳来拉他，跟他说：“你这个歌我知道，我有朋友带我去教会的时候听过这个歌。我没有想到在台湾听到你唱这个歌，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有机会跟这个外劳私底下就是可以跟他做朋友，可以把福音传给他。当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不是我们很熟的，这是他们的歌，但是因着我们有这些远方的朋友，这些诗歌成了福音的管道，也成了福音的出口。我在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关于普世圣诗的事情。我做了一个比较，就是台湾这个骆维道老师的主张，跟美国有一个叫 Ethnodoxology， 就是民族赞美诗学的这个运动的关系。很幸运的就是，因为这两边的人都还在世，所以我就可以去跟他们对话。我发现美国 Ethnodoxology 的那个协会，就是专门在推展这个运动那些人，他们通通都非常推崇骆老师，一直说，当我说你们是有不一样的时候，他们竟然跟我回答说，越来越一样了，越来越一样了。我说你们不想不一样吗？他说我们的理念跟他越来越像了。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有时候都在笑说，哎，这个骆老师是一个先知，所以先知都没有很受欢迎，这是开玩笑。但是真的就是我们不太明白这本诗歌做了什么。那我也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在这边大唱特唱，因为这个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欣赏这一本圣诗里面有很多他们的歌，那些他们的歌，也许哪一天我们有宣教的团体来，或者我们要去做短宣的时候，我们就会派上用场。我们要去跟原住民的弟兄姐妹连结的时候，就会派上用场。讲到原住民，我要讲另外一个例子。这是在多年前我到沙鹿的一间教会去的，他们跟我说，你来这边的时候可以用华语来讲道。但是我从跟他们的对话里面，还有他们寄给我的周报看来，我怎么样都觉得他们是台语教会。无论如何，我预备好了去那边做了一个募款的主日，我去了，发现他们用台湾国语在主持整个礼拜，他们会说：“你们不用 hand， 我来 hand。”会这样子讲话，非常有趣的一个教会，全部很努力的用华语这样子举行完整个礼拜。后来我忍不住了，之后我就问牧师，我说：“牧师，我怎么觉得你们是个台语教会啊？”牧师说：“哦，被你看出来了，是不是？我们讲的不清楚。”我说：“不是，你们讲的很好，可是你们整个形式就是一个台语教会，硬是翻译过来，你们是像个翻译教会啊。”牧师说：“啊，是这样子的，20多年前我们来了一个原住民，
他来这边工作的，他来我们这边聚会2个礼拜，我们问他能不能听得懂，他说听得懂，但是没办法讲。可是他说你们唱的歌跟我们在部落唱的歌是一样的时候，我可以跟着你们，我喜欢你们的信息。没想到过了2个月后，这个原住民带着3个来了，变成4个，刚好1车就来了。那个时候教会只有20-30个人，来了4个原住民。再过一阵子变8个了，他们自己在增长，变8个了。到8个的时候，牧师召集同工，我们要不要为了这些他们，把我们的礼拜改成华语的？看来这些人会继续来。然后同工说：“不要啦，我们的国语不好啊。”就这样子讲。但是他们终究克服了困难，翻过来。我去那边聚会的时候，去分享的时候，那个教会正在准备要建堂。那个整个他们在2楼聚会，都坐到那个阳台，我都怕他们掉下去，80几个人这样坐成全部。他们让我们变成了他们。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让我没有我只有看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教会，让自己变成他们。共情的诗歌，另外一个共情的诗歌是为被迫害者唱的公义之歌、祷告的歌跟信心的歌。我们最近在为乌克兰祷告，我们在唱一些祷告的诗歌，我们在宣告，所以我们在宣告主他是用公义、用公平、用正义来审判全地的。我们为这一些被迫害者唱公义的歌、祷告的歌、信心的歌。刚刚那个是印度、缅甸、中国大陆，这也是大陆哈。这是 Bono 哈，他最近为乌克兰唱歌。我们现在是因为这个事情正在发生，但是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可能就开始忘了。我们如果没有继续为这一些人祷告，它就过去了，这些事情就不复存在的样子。可是其实他们都还是存在的。我们能不能持续的为这些人来唱祷告的歌、公义的歌、和平的歌，兼顾他们信心的歌？这些共情的诗歌也是我们的歌。我们一起来读中间红色的这一段，预备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个他就是指遍地游行、寻找吞吃人的撒旦。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有时候我们还没有经历这样苦难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去讲这样的事情。那是一种预备。当我们去为这些被迫害的人、为这些在受苦的人去唱祷告的歌、公义的歌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兼顾自己。如果有一天这被逼迫的是我们的时候，也会有弟兄姐妹来为我们唱歌，兼顾我们。我要讲一个关于我们敬拜团的小故事。在去年复活节之前，发生了太鲁阁号的事件。复活节通常教会是唱一些非常喜乐的诗歌，所以我马上去想一想，那一天我们要唱什么？因为第2天就是复活节。就我们发现我们唱的是唯独基督，是一个直接就是唯独基督没有很快，而且它是一个比较福音性的，宣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这样的歌曲。然后呢，我在我们自己神学院的群组、敬拜团的群组也提醒大家，我们在第2天的礼拜当中，因为我们是一边在庆祝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们也要去纪念，因为国家发生大事了，我们需要跟整个社会共情。这是去年的事情。今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我收到我们的团长赖我说：“老师，我觉得好像要为乌克兰祷告，或者我们要为这个事件，我们要不要换歌？”他本来已经选好歌了，因为我们的歌都是事先选好的，可是他想到了。我那时候感到非常的欣慰。
我们开始知道要去唱他们的歌了，为他们唱歌。有时候他们的歌不一定是像圣诗里面的这种歌，是我们已经会唱的歌，但是是为他们唱歌。所以我们中间换了曲子，宣告上帝是主权的主，是在地上掌王权的主，是永远掌权的主。我们不晓得要如何祷告，但是我们可以宣告上帝掌管这一切。我们换歌。所以我们要为了主来学唱他们的歌，怎么做呢？以他们理解的方式来唱歌，要唱福音跟共情的歌。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付上什么代价？我们要付上什么代价？昨天我在讲完后，有人问，他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例子？这些歌就是祭司的歌，这些歌就是什么的歌？”要给例子哈，它不难，但是这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你要能够明白这些歌是怎么样的使用，你必须要自己去体会它，自己去思考它。像我今天一开始分享的时候问你们的问题，那首歌唱了什么？那首歌做了什么？那首歌连接了什么？它是先知的歌，还是祭司的歌？还是一个福音的歌，还是一个连接的歌？你要自己在当中去体会，因为这样的话，这些歌曲、这些歌词才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这些事情，不是坐在这边听一堂老师讲课就解决的，它解决不了。唯一能够让你学会唱我们歌、唱他们的歌的方式，就是你要自己愿意付上代价。你愿意在唱诗的时候去思考，你愿意在唱完这个诗歌之后，回到家里面把这个歌翻出来，再好好的看一下它歌词。你愿意干脆买一本圣诗本放在家里面翻一翻，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像我跑去买赞美之泉一样，你需要付上这个代价，得到的是你自己。我告诉所有的敬拜带领者，如果我们真的花时间好好的去预备，你不可能灵命不增长的。你整天泡在那边思考，我要怎么样子让人得着神？你得先得着神，对不对？你整天在那边想这个，你不可能灵命不增长，你必须增长，否则你没办法带出来。增长快，增长慢，我们的代价，我们付出多少的辛劳？神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增长。你愿不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明天早上我们要唱一首羔羊的歌，但是我在这边要做一个挑战。我们在座的还有在线上的，我希望大家思考一个问题。那我们这2天听到了要唱我们的歌，也要唱他们的歌，这有什么用？有什么录音？这有什么用呢？台湾人很实际，很实际。我们每次在学校一个课下去叫学生上这个课，他们问说这有什么用？很多人说神学院开这个课，这有什么用？好。我要你们自己回去想这件事情。这2天你听到的信息对你有什么用？或者对整个世界的局势有什么用吗？或者对于上帝有什么用吗？我们要面对这样子一个疑问。很多基督徒在这个信仰里面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信这个有什么用？如果上帝不照我想要的给我，我信这个有什么用？所以我用一样的逻辑来挑战大家回去思考这个问题。你听了2天的课，你听了2天的信息，我学唱这些歌，我们的歌跟他们的歌有什么用？然后我希望我明天可以跟大家在分享里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最后要来练习，来操练怎么样为远方的人跟我们近处人来祷告，来唱他们的歌。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然后呢，我们要用华语来唱，它原来叫愿为这代透台湾行行祈祷，但是我们要唱华语的，因为我们的敬拜团是华语的，所以我们是唱他们的歌了。好，那歌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为这片土地，我诚心祷告，愿主的真理发光全
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成全，让希望和喜乐永存我们心田。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思想着我们在远方、在近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肢体，让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成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可以继续歌颂、继续吟诗，我们就能够继续祷告下去。让我们学会用各样的方式与上帝连结，体贴他的心意，为这个地方来祷告。为这片土地，我诚心祷告，愿主的真理发光全地普照。为这个城市，我谦卑祈求，愿主赐生命，让种子灵得救。愿全能天父上帝，你国度降临，让贫穷和悲伤远离骨肉相亲。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成全，让希望和喜乐永存我们心田。愿全能天父上帝，你国度降临，让贫穷和悲伤远离骨肉相亲。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成全，让希望和喜乐永存我们心田。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有时候我们觉得离你好像很近，但是有时候我们又觉得感觉不到你。主，并不是你没有与我们同在，乃是我们的心太容易被外面的世界给吸引掉，或者给打扰。主，让我们借着唱诗歌，我们能够再次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定在你的身上。每当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剩下歌颂吟诗的声音，也剩下我们所讲出口中所出的这些信息。因为我们学会，我们真的要学会怎么在诗歌当中，让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让诗歌成为我们的帮助，让诗歌成为我们的见证，并且将这样子的见证带到在近处的、在远方的弟兄，在还没有听到福音的这些未得之民的地区，我们在远方，甚至在近处，也有弟兄姐妹正在受苦。让我们学会为他们来唱公义的诗歌，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唱出信心的话语。愿我们的操练成为坚固我们自己的一个力量。愿你能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好好的去思考，我们做这一些事情，我们唱这些歌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用？有什么功能？有什么果效？主，我们知道你所吩咐我们要用诗歌、用颂词、用灵歌来彼此兼顾，一定有你的道理。但是我们也许需要自己好好的去思考，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的祷告，在今天晚上与你亲近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你的灵那里去领受到你要向我们讲的话，并且我们预备好明天到圣殿中来朝见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上帝，咱这摆培灵会第2天就要到这个所在结束特别。
拄啊，文娟老师在提醒咱，所以咱今仔日结束，咱要做一个新的开始。拄啊，文娟老师在问讲吼，他们近处的他们吼，你有多一个人名你叫袂出来？我看我嘛有哦，我敢若嘛有吼。好，所以咱用安尼吼。等下咱要互相请安，你要去找迄个你名叫袂出来的人，然后你甲伊讲平安，我是甚物人吼？我叫甚物名吼？你就要甲伊请教讲，伊可能知影你的名对无？你甲讲是的，我叫做，因为我知你，但反头我毋知影你啊吼，我毋知影你是甚物人吼。来，咱今仔日就是用这个做角度，咱无要去做形式顶头角度，拄啊特别文娟老师已经引带咱进入。伫咧上帝的听的中间，所以咱用安尼来互相请安，互相祝福哈，大家平安哈。会记得明仔早起咱第一场礼拜9点平安。